又很在。不。 看我如何躲进！快走！走！快追！快点！追！啊！高兄，多谢救笔之恩。你不必谢我。这次我冒这么大的危险出面，直接跟吕布交手，全都是因为青衣。无暇细说了。董卓方才又派人传我了，我必须得回去。你们保重。嗯。这。京城这么大，你怎么能片刻之间找到他，并且说服他，让他冒险来救我？你还说呢？你这回太鲁莽了，差点把别人都给害死了。这边走！你们几个去那边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啊！让开！让开！搜了没有？再去那边搜，往前搜，走。小姐。哦，我刚才在花园发现这只蝉，它好像受伤了。蝉儿，蝉儿，你我重名，你深埋在泥土里10多年，但成为真正的蝉儿，只是几个月。这短短的光华，却是你的一生。10多年的蛰伏，只为这几个月。生命如此短暂，但也在喧闹的夏天，增添了一抹浓浓的色彩。小姐，她好像受伤了。二位请。我家老爷外出未归，二位请到偏厅稍候。好。这么好看的白雕，哦，我的雕。哎，这是我家小姐赵子龙，夏侯青衣。见过姑娘。
姐姐是仙女下凡的吧？人间竟然还有这样的美貌。妹妹真会说话。哦，她的腿怎么受伤了？啊，她整天乱跑闯祸。那拿去我房间，我给她包扎一下吧。未伤及到筋骨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姐姐，你真好，真像我的亲姐姐。多谢。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来过司徒府呢？你们两位……哦，我受我师叔之托，送青钢剑和倚天剑给王大人。小姐，老爷回来了，请二位到前厅叙话。你是赵安之子，是。这两柄剑是倚天和青钢，绝无虚言。小兄弟，你可真会说笑。谁人不知倚天剑、青钢剑乃是护国神器，却由你这小娃娃拿来拿去。这剑到底是真是假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两个无赖，老夫今天要杀了你！师叔还有一句话，一定要谨记：见到王允之后，你就直接自报家门。如果他要杀你，你就把这两柄护国神器直接奉上，切记切记。就是他们两个自称是常山郡来的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两个脱身。就是你们俩，这次你可跑不掉！别动！女儿，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千万别伤害貂蝉小姐。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给我辆马车。这，没想到真正知我心者，竟是从未深交过的御林军前卫李全。两柄护国神器来的真是时候。这一路委屈你了。对不住姐姐了。让你们俩受了委屈倒是真的。你小小年纪，竟敢一人一剑独闯太师府，真是忠勇可嘉。这半年以来，自从曹操刺杀失败，满朝文武就无人敢对董卓有任何异议，任由国贼横征暴敛。你虽然行刺失败，但却长了无数义士的信心，也同时让董卓知道，这个天下还有血性之人。惭愧。有你们两个这样的弟弟和妹妹，也是我的福分。愿我们再见有期，祝你们俩永结同心。姐姐，我跟他可不是那种关系。
终有一日，我还会提枪跃马再来。自打我们结识以来，这是我听到你说的最有豪气的一句话。没想到你还颇有大志啊！你每次不是酸我，就是损我。听到青衣姑娘夸了我一回，还真是破天荒呀。你呀，貂蝉小姐留步。一杯苦酒，喝酒无言的离愁，情别万动摇，一生为了谁而活。夜色正浓，心烈的战火能平静多久？生死若交织，敢用生命来相思。穿山穿了回家，为千军万马的厮杀。那红斑的江山，只为天平这天下。不想与谁争霸，不爱让与我家。这首一生是爱，是英雄不留遗憾。道不尽人生的喜悲，尝不尽百般的滋味。千年的是非，谁犯了情真伪？只敢用生命来小作。穿上残的盔甲，为千军万马的厮杀。我家这首一生是爱，是英雄不留遗憾。你难道不问我些什么吗？我要问的，你经常不愿意回答。等你想说了，又何须我问呢？不是吗？其实，我跟高泽在5、6岁的时候便定下了婚约，我们小时经常在一起玩耍，所以我对他比较了解。我们都知道，高泽年轻才俊，而你又有倾国倾城的美貌，你们两个真是两小无猜，天作之合。好了，你就不要拉郎配了，是不是天作之合我很清楚。说实话，我这次出来就是生怕我父亲催婚。我父亲其实就是常山郡守夏侯杰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来自于官宦之家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是常山郡守的女儿。他几次奉董卓之命，派人来捉我，而你却处处的帮我，和他打对台。何止是跟我父亲打对台啊！今天为了到董卓府救你，我不是还厚着脸皮去找高泽了吗？我真是欠你太多了，怎么还都还不上。一说起欠债，看把你给吓的，难道又怕我把你的房子给要了呀？其实我帮你的目的很简单，你呢不算个坏人，如果就这么死了，有点可惜。这是青衣姑娘第2次夸我，能在你的嘴里边落下一个不算坏人，这也是我的荣幸啊。恭喜太师，贺喜太师，2柄护国神剑一并到手，真可谓大吉之兆。太师肃清反贼，平定寰宇，指日可待。王司徒，辛苦了。倚天剑、青钢剑2柄护国神器，我何时护送过来？曹操袁绍何时会盟啊？就是今日。老夫本来想用倚天剑、青钢剑2把神器震慑群臣，并向诸侯表明，老夫
才是皇上托付江山社稷之人。只是这2把神器得来的颇费周折，错过了时机呀。如今反贼同盟已成定局，那2柄护国神器也不用急着向他们展示。一会儿让凤仙去你府上护送2把神器回来，我要亲自携带。今天挟倚天，明天配秦刚，就算汉高祖刘邦、光武帝刘秀，也做不到我这一点。正如太师当初所言，倚天青钢均非人间之物，数百年来频频舔血，刀刃之下多有冤魂。普通冤魂也就罢了，但是倚天剑第一个舔的便是蟒精。不如我先请高僧诵经超度几日，而后再让太师迎回，这样似乎更为妥当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那就回去准备吧。过几天我当沐浴更衣，亲自到府上恭迎2把神器。诺，太师。他这是抚琴给我们送行呢。这高泽一身的本事，却偏偏要给董卓效力。你说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别说你看不懂，我自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昔曰燕太子丹给义士荆轲送行，到了易水河畔，荆轲知道再无回缓之期，壮怀复歌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如今咱们行至伊水，高则抚琴送行，我也应当有所回应。你打算怎么回应？
珍珠，珍珠，你们一情一见，本来相合的很好，可为何会越来越激烈呢？你又从他的琴音中听出了什么？我与他的琴音相合，想缓也缓不下来，只能跟着越来越急促。只可惜他的琴音之中杀气越来越重，来日他定不会手下留情。毕竟你们各为其主，我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女儿啊，好消息，两柄护国神剑来的真是及时，董卓很是高兴。过几日，他将亲自到咱们家来取剑。他总算舍得出来了。我们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。18路反动的诸侯那边怎么样了？前几日曹操密信，近日将举行会盟仪式，料想已经开始了。玄德，公孙太守，俺大哥带着俺们来投你了。好，师兄免礼。公孙太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玄德兄弟，你不是在平原县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自从上次从师兄那里借来粮食之后，这些平原的百姓总算是挺过来了。如今县里倒是一时平静。听闻曹操在洛阳东郊结盟起事，讨伐国贼董卓，我们料想师兄肯定会参与，所以我们三兄弟早早过来，已经在此等候师兄整整2日了。辛苦兄弟们了。董卓作乱，黎民涂炭，天下义士自然应该有所作为。几位兄弟就暂时留在我的帐下，咱们一起前去会盟。好，听师兄的。上，有。严城，子龙，子龙回来了。子龙，身体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没在的时候，师叔可想你了。师叔，小姐，师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小姐，我好想你啊！放心吧，你还挺好的吧？去一趟洛阳，有何感触啊？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我和3位师傅学了功夫，本以为自己也有那么2下，结果我和高泽分别用倚天剑、青钢剑，也斗不过吕布。他果真厉害，看来以后得更加勤奋才是。你有此想法最好，武学永无止境，必须要苦练。我越来越不懂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
高泽是董卓的人，可他却救了我；王允是个忠臣，可他却要害我；吕布为了貂蝉助我逃生。这人啊，真是复杂。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啊！江湖险恶，远超过你想象。你的江湖路才刚刚开始。好了，先吃饭吧，饭后练习长枪。爹，好，子龙才刚回来，你也不让他歇息一下？他的武功跟吕布比起来，还差10万8千里，还歇息什么？是吧，子龙？是，师叔。李校尉，遥似飞鸽传书，18路诸侯已然会盟，先锋孙坚与董卓大将华雄对阵，出战告捷，两军暂时在泗水关对峙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，走快！哥哥，孙坚他有什么凭证证明是我扣了粮草不发？我的粮草被华雄劫持了，不行吗？我现在还没得吃呢。好了，孙坚首战告捷，这是我们联军的一个喜事。哎呀，你抓紧时间把粮草给人家运过去，他已经催了好几次了。哥哥，你就这么甘心让孙坚抢得头功吗？啊！哎呀，养肥了孙坚，让他出尽了风头，恐怕日后对哥哥不利呀。不如先将粮草暂且拖上几日，让这个江东猛虎稍稍吃点苦头也不错嘛。饿一饿，倒未尝不可。是啊，但要注意分寸啊！放心吧，哥哥。不是谁的武功高就一定能取胜。统兵者必须深谙兵法才行。原来是一本书啊！这可是一本兵法奇书啊，《乐毅百战术》。乐毅百战术，那乐毅是个人名吗？对，乐毅是个人名，他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，曾带领燕国弱小的军队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。此人在战法上有惊天伟地之才，而他的家乡就在咱们常山郡灵寿县，距咱们真定县不足100里。那他和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了。是啊，乐毅把一生的战法兵术汇编成书，就是这卷。哇！后来乐毅的后人重返故乡，也把这本书带回常山郡。数百年来，此书几经流转，最后到了我师父手里。我师父本想把兵法也传授给我和你师伯，无奈我们俩年轻时天下尚太平，根本没仗可打，并且我和你师伯又只喜欢武功，我师父无奈只得把此书封存起来。那爹今天把这本书拿出来，莫非你要带兵打仗啊？闺女啊，你明明已经猜到爹取出这本书是要干什么，偏偏要言语相激。爹都这岁数了，还带什么兵，打什么仗啊？如今遍地狼烟，群雄并起，子龙不可能永远蜗居在常山一隅，他终有一天要统兵打仗，匡扶汉室的。这本《乐毅百战书》分上下2册，用兵的主要精要在下册。只可惜啊，10几年前有小人想谋夺兵书，结果我师父和下册就从此失踪，至今没有音讯。那这个小人叫什么名字啊？怀疑过一个人，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证据。来，多吃点啊，吃饱了啊，
有精力好好练武功。啊，多吃一点啊。哇，好吃，看你们饿的，真香。慢慢吃，没人给你们抢的。只能说是师妹做的菜好吃，是吧，子龙？哎，来，子龙尝一下，多吃点。谢师妹。哎，师妹，我也要。自成，练功不积极，吃饭倒积极的很。咱们吃完老远就闻到饭菜香了，我可是不请自来啦。青衣，谢谢青衣姑娘。我呀是特意来给各位夹菜的。李叔的一坛好酒肯定也是少不了的。青衣姑娘真是善解人意啊。我先闻一闻。来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也不要了，哎，这个更不要了。来，我们喝这个。看到没？还是青衣姑娘懂我，知道我爱吃酱鸭。哎，刚才忘记说了，天天偷懒不想练功的那位可不在夹菜之列哦。青衣说的对。啊，赶紧吃，还热着呢。谢谢青衣。你啊，先把这碗喝了，多吃点青菜，对身体好。啊，哎，先吃飞燕妹妹的青菜，哎，酱鸭慢慢再吃。你们的心呐，都偏到子龙那里去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怀忠啊，觉得泗水关下，孙坚大军跟华雄大军，最终谁能取胜啊？给我评评理，这好吃的都跑你那儿去了。华雄夜袭孙坚营盘，斩杀其大将祖茂，叛军的士气大为受挫。孙坚跟袁术已经闹僵，叛贼迟早会分崩离析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帮就是一帮乌合之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孙坚这个江东猛虎虽然勇猛，但缺少精通兵法的谋士，最终还是吃了大亏。统兵作战，兵法是重中之重啊！该是把他交给你的时候了。乐毅百战术，销声匿迹了数百年，没想到在乐毅的故乡，曾经的中山国，如今的常山郡，还有孤本留存，真是天助李校尉，天助子龙啊！这真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分啊，师叔。这更是你今后数十年需要承担的重任，你需更加勤奋自勉，不可懈怠。武功我可以教你，兵法我就爱莫能助了，你只能靠这本书，靠悟性。明白了，师叔。守泗水关的除了华雄还有谁？守泗水关的3个人，华雄、徐荣，咱们都听说过。可这个高泽，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个名字有点耳熟。前段日子带着人马到常山郡追寻倚天剑、青钢剑，那个人好像就叫高泽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，这得问问常山郡守夏侯杰。恰好夏侯杰为表示反董决心，正亲自给咱们押送粮草，这会儿就在军营。那好啊，把夏侯杰叫过来，咱们一问便知。请夏侯杰。
见过盟主。各位，你们刚才说的我听见了，没错，正是这个高泽，他与小女曾有过婚约。哦，这闹了半天是你女婿啊？嘿，你可真有个好女婿啊！报！禀主公，华雄高泽在阵前叫嚣。韩宇，也是。叫。潘徐，撤！潘将军，我是高泽。驾！潘将军，造化弄人啊！几天前咱们还在县衙共事，如今却在战场兵刀相见了。还不是被你害的！盟军有上将100员，偏偏让我……我真恨当初没有弄死你，不过现在还来得及。驾！不要枉死！朕吊你的刀，你想万忏悔，可保活命。好吧，我就再信你一回。华雄老贼，拿命来！驾！再打一下，再打一下。大不言谢。狗贼，拿命来！还我兄弟命来！报！哦，又有3名将军被斩于马下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下去吧。谁去应战华雄？赏黄金100两。100两这么多。谁去迎战华雄？
可惜啊，上将颜良文丑没在。如有一人在此，岂容华雄长绝。马弓手关羽，请战华雄。马弓手，你以为这里没有大将了吗？都是什么大将？去一个死一个。翼德，既然关壮士有这般勇气，那就试试吧。他试试？哼，也不怕华雄笑我联军无人吗？哎，公路息怒。此人相貌堂堂，气宇非凡，那华雄又怎么可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？关某战不下华雄，愿领死罪。对，也带上俺张飞的人头。我们三兄弟一同生死，如果二弟战不胜的话，那就先砍了我这做大哥的脑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人，给关壮士斟上一杯热酒。来人，上酒。酒先放在这里，待我回来再饮。这。自作为虐，死有余辜。生我说什么来着？看看，送死去了吧！哼！
这关羽如此了得，速度太快了，关将军果然不凡啊！大有胆识啊！徐传啊，这一个呀，此酒尚温，关英雄，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。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二哥，二弟，吕培壮、林岳、方安国三位义士，武功均有所长，结果被华雄2招之内给杀死了。而这个华雄又在1招之内死在关羽的刀下，真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！子龙，今后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你都要戒骄戒躁，切记不可妄自尊大。知道了，师叔。小姐，出来这么久了，我都有点想家了。如今我爹已经反了董卓，而高泽还是董卓的人，我想我爹他自然不会再催婚了，所以现在也该回家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反正在这也没什么事了，今天走都行。先跟他们去道个别吧。子龙，你衣服坏了，坐下来我帮你缝几针吧。啊，可我没有带别的衣服。没关系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你脱下来吧。好，来。谢谢。师妹，师妹，啊，我的衣服也烂了，线不够了，你去将就穿吧。啊，我们住在赵子龙家里，李飞燕和柳晴儿的醋意都大得很。
酸的都快把满嘴牙掉光了。意中人的家里啊，住着一个天仙般的美人，谁能不酸呀？但是他也酸不了多久了，因为我们终于要走了。我改变主意，暂时不走了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最喜欢看热闹的，我要留在这里看看，到底谁最终能得到赵子龙的爱呢？是体贴入微的柳晴儿，还是柔情似水的李飞燕？你呀！冰之力，在冰而不在气；君之猛，在将而不在兵；城之坚，在民而不在君。守城。是他，他又来了。婉儿，你和我真有缘分，再一次相遇。不要怕，我只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我没有什么恶意。看来你我的缘分还没有到。不过你给我等着，我赵子龙终有一日要骑在你的背上，驰骋沙场。祝温侯旗开得胜，早日凯旋。司徒大人，貂蝉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没有啊。是我想的太多了。他确实没有话要跟温侯说呀。老爷，您忘了小姐的那个……哦，温侯，你看我这年纪大了，容易忘事。话呢，虽然没有跟你交代，但是小姐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你。哎，温侯，不忙看，这里人太多。哦，是。温侯早日凯旋。启程。
貂蝉小姐真的不是来自民间。一表人才呀！李少尉，又有急信，请。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。坐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吕布率领大军已经到达泗水关，单凭一个华雄，就使诸侯联军连连受挫，而这个吕布又远比华雄厉害得多。看来诸侯联军有硬仗要打喽。对啊，提起华雄来，那刀斩华雄的关羽，跟吕布比起来，谁更厉害？他们谁才是真正的英雄？至于谁的武功更高一些，还真不好说。不过可以断定的是，就算吕布的武功强过斩华雄的关羽，吕布即便是武功天下第一，他也不能够算为一个英雄。这些话，我似乎听明白了一些，还请师叔点拨。战国时期，秦国有个名将叫白起，不但勇冠三军，而且谋略超群。其战功可谓空前绝后，被称为战国第一猛将，丝毫不为过。但此人杀戮成性，整个200多年的战国时期，共战死了200多万将士，其中约半数是死在白起手里。最令人发指的是，在秦赵长平之战之后，他残酷地杀害了40万赵国降兵。尽管他战功赫赫，就算是战国第一名将，又能如何？没有任何一个人称他是英雄。是啊。英雄，无论能力强弱，小则城墙除恶，匡扶正义；大则为国尽忠，济世利民。武功高强者，更因心悯天下，有济世为民之念。而吕布跟随国贼董卓，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武功天下第一，却配不上英雄二字。那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英雄者，小则逞强除恶，匡扶正义。子龙，大声重复我刚才说的话。英雄者，小则逞强除恶，匡扶正义；大则为国尽忠，济世利民。武功高强者，更因心悯天下，有济世为民之念。